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真正感谢主，佮互阮一个恩典，咱会当伫线上来聚会，佮大家分享一个经文，伫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24节。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24节，这是耶稣甲一个妇人在讲的话，因咧对话。上帝甲伊讲。上帝是神，所以敬拜伊的人，就用神、用真实来敬拜伊。咱个大家来做伙来读一解好无？1、2、3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就用神、用真实来敬拜伊。是啦，兄弟姊妹，这个经文甲阮讲，不管咱伫啥物所在。不管咱的心是偌大的痛苦，但是咱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的时阵，上帝看的是咱的真实来敬拜。上帝不是看阮的外表，上帝看咱的心。所以咱陪伴咱的心，咱安静阮的心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要来敬拜伊。你的手。按伫你的心上，对你家己讲，我要来敬拜上帝。哈利路亚！咱的上帝看到咱的敬拜，阿门。咱就大声来唱，大声来学落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咱拍手来敬拜伊。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，只有伊看到敬拜而了尊崇。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，只有伊看到敬拜而了，对头来敬拜伊啦！来大声唱。来大声唱，只有伊看到敬拜而了尊重。来大声唱，咱的上帝来大声唱，只有伊看到敬拜而了尊重，只有伊看到而了因伊是主。线上的聚会，你是会当就自在，会当摇摆你的身体，会当来敬拜伊。所以，假使你伫敬拜的时阵，你摕起你的手机，伫下面留言说：“我咧敬拜。”咱做伙来唱，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，只有伊看到敬拜而了。是啦，只有咱的主看到，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，只有伊看到敬拜而了尊。来大声，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，用你的歌声来学落伊，伊看到敬拜而了尊重。大声唱，只有伊看到敬拜而了尊，也去咱的双手来敬拜，只有伊看到而了，只有伊看到而了，古早现在永远君王，万道北。
像咱来做一个祈祷，咱来讹了咱的上帝，用你的歌声，用你会当讲的话来讹了咱的上帝，大声讹了咱的上帝，恩爱的上帝献出讹了的感谢的祈祷。我数到3，咱做伙来祈祷。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上帝，我讹了你，上帝，我来敬拜你，用我的真心来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！求主，你来悦纳我的敬拜。我要宣告，只有你是看得讹了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感谢我的主，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。只有伊看得敬拜讹了尊重，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。只有伊看得敬拜讹了尊重，跟他双歌，看得讹了，是啦，只有咱的上帝，搁在现在永远。来敬拜伊对讲，万古被跪拜，万民没讹了。伊是主耶稣，伊是主耶稣，伊是主耶稣。咱拍手来敬拜伊啦！只有伊看见讹了，因为咱的主。咱来敬拜伊，好在现在永远滚落，万古被跪拜，万民没讹了，举起眼站起来，伊是主耶稣，嘿，主耶稣，伊是主，双个大声双个，伊是主耶稣。兄弟姊妹，咱来讹了咱的上帝，上帝欢喜咱的讹了。我们再来宣告，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。我相信这个礼拜，每一天咱看到咱的疫情，咱的心会惊吓，但是上帝听阮的祈祷，上帝投生为阮备办雨水。上帝把咱的生活先填满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莫惊吓，咱来讹乐，咱来敬拜，咱来向咱主来祈祷。我数到3，咱做伙来祈祷，向咱的上帝搁来求，你的所想的，你的所毋望的，迫切，咱来祈祷。我数到3，咱做伙来向咱的上帝来祈祷。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咱来向你祈祷，咱迫切的向你来祈祷，求主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主啊，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，主啊，你无放下咱，主啊，你引带咱。就算今仔是个疫情的期间，咱向你祈祷。求主你予阮度过这个风暴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了你，主啊，咱来讹了你，主，咱向你来求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咱搁来敬拜伊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。咱的灵顶啊，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顶啊，听你对头来讹了伊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。我的灵顶啊，听你
我的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的灵静候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予你引带。做回来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主啊，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你听。宣告你是信实的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对头来学落来，我的心安静伫你。甲这歌词当作咱的祈祷，主啊，这是咱心内所求的，我们安静伫你的内底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定候听你举起咱的双手，我的牧者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予你引带。做回来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。把咱的手高高的举起来，我真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是啊，有主的引带，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。对咱的主来讲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予你引带。做伙来敬拜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你听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你听。主，你的手，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你听。主，永远一生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你听。主，永远一生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你听。主，我要宣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主，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。主，
主你毋那听咱的祈祷，你有完的应允咱的所求，主啊，咱献上咱的真实来敬拜你，求你悦纳咱的敬拜甲祈祷，祈祷奉靠咱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求，阿门。咱感谢文思干事传咱的敬拜，这个是我用真紧的时间来报告咱教会的消息。头一项，咱教会依照高雄中会的指示，咱要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。现在咱教会所有相关实体的聚会，拢需要暂停到6月14号。但是咱拜三的祈祷会，以及拜六青少年的聚会，以及主日礼拜8点台语的礼拜。甲10点华语的礼拜，咱拢有采取线顶直播的这个聚会方式来进行。敬请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上线来观赏、来聚会。第二，伫线顶聚会期间，敬请小组长来配合。头一项，即咱每一个小组长，咱爱汇报伫线顶聚会的人数。第二项，学生牧区甲儿童牧区的这个小组长。咱爱帮助囡仔做甲奖学金申请所有的这规范的事项。第三，因为咱只有伫线顶礼拜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是有要奉献，咱爱利用周报方面顶悬，咱有刊登迄个银行账号，详时咱嘛会当摕到办公室来奉献。第四，伫疫情的当中，咱求上帝保守咱的心。会当赢过一切，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爱小心来提防，但咱的心无得着惊。咱爱用较济的祈祷，佮会当用彼此的眷顾来实现上帝做咱的主，做咱的帮助，共同来创造主伫咱当中美好的见证。第二，本会自6月7日到6月30，一个月的时间。逐天透早5点半，咱要推动复兴祈祷小组线顶的祈祷会，欢迎大家会当上线来参加。嘛，欢迎兄弟姊妹，咱会当购买复兴祈祷小组30天祈祷手册，做伙来灵修，做伙伫清早时来亲近上帝。第三，109年度的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好势，咱若是需要收据报税的兄弟。咱会当利用时间来办公室来索取。第四，本会为着要庆祝设教70周年，咱有举办油涌教会设立70周年的 logo 以及创作歌曲的遴选。欢迎咱有这方面的专业的兄弟踊跃报名来参加。若有需要报名表，咱来办公室来索取。第五，因为疫情的关系。咱6月份的中执会要延到6月20来召开，敬请所有中执同工以及单位的首长，咱会当留意来参加。伫具体消息方面，头一项合作社，咱有提供不动产抵押的担保，即利率真俗，咱有需要的社员，请合作社来洽询办理。第二，有一个合作日本家之光协会的举办的儿童画图比赛。请咱本社，咱若是6岁到12岁的社员，咱有缘会当来参加，也有这方面温书的。报名到7月23来截止收件。报名的详细情形，咱若要爱知，会当来合作社来洽询。相助会消息，原中教会林百福兄弟受主温调，安息主怀，敬请相助会员会当交相助会费。以上是咱这礼拜报告。若有需要搁较侪的消息，请咱会当利用咱手机下骹面迄个资讯栏的连结，也请兄弟来订阅、起赞，
将咱手机下面迄个小营养啊，甲开起来，咱才会当第一时间收到咱教会上新的影片。好，这个时阵，请咱放落咱手中所有的代志，咱即时要专心来聆听讲道。今仔日讲完是咱的关怀牧师洪世准牧师，伊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：上帝赏赐予你真正平安。上帝赏赐予你真正平安。咱做伙来欢迎洪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各位线顶网络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疫情严重的时，咱同心以网络顶管用心灵甲信息敬拜主。伫还未在讲道之前，咱三个来看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14章，咱要对25节到31节。上帝的话安尼讲：我要甲恁大的时，有将这个事的话予恁。若是保卫书，就是圣神，爸伫我的名所要册的，伊要将一切的事教示恁，佮将予恁的事，予恁记得我一切予恁的，甲恁讲的。我要用平安留咧予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予恁。我伫予恁的，毋是亲像世间予人的款。恁心无得背叛，也无得惊吓，因为恁已经听见我有甲恁讲，我去搁来就近恁，恁就若听我，就因为我归伫爸，恁会欢喜，因为爸比我较大。但事还未成，我已经甲恁讲，予恁伫事成的时通信。以后我无甲恁讲济济话，因为世间的人的人群你来啦，伫我无所有，独独要互世间人知，世间知我听爸，也照爸所命令我的，我安尼来行起来，对遮来去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上帝祝听伊话搁去行的，例如咱网络的兄弟姊妹大平安。咱对4月开始的时，咱对华航的机师感染武汉肺炎，成做台湾的破口。然后这个肺炎疫情传到艋舺的阿公店，这个艋舺阿公店开始染到新北市、台北、甲宜兰、彰化，不断有人数增加。真侪人拢伫等下晡2点，咧看中央卫福部咧公布着病人数，看对一个所在着病的区域上侪，迄着病人的所行所在的开业易大，大家拢会惊，因为安尼真侪百姓来惊吓，四界去买泡面所有物资。连菜市仔的菜价，伊也因为安尼起悬。咱看到这2天，北部、台北市、新北市，因为落大雨的因素，佮淹水。咱想看卖，这种惊吓的心情，用咱的能力，咱会当偌久？这疫情的灾情，若毋是短时间会当解决。是毋是有一天百姓冻久了后，会这崩盘，有产生真侪悲剧的？这后壁的反应变化，无人知，无人料想会到。另外面对疫情佮一届扩大，真侪行业看袂到疫情结束的一天，真侪行业拢结束营业，比如讲旅行社、饭店、连带交通的邮轮车公司，生意拢受影响。真侪人无看到疫情会结束一天，真侪人就安尼心真震动。相对的，
面对这个百业的萧条的社会，咱正做基督徒，咱是毋是面对这苦难时，咱会挡会起咱这种挑战呢？面对疫情，毋是仅针对遐非基督徒所面对的冲击，面对咱基督徒，咱嘛同款拄着冲击。咱基督徒的人生，拢会拄着大细项苦难。耶稣甲门徒安尼讲：“我已经将这甲恁讲，互恁得伫我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达到恁通放心。我已经较赢世间。”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看见上帝已经互咱赢过苦难的毋茫。因为主耶稣亲自甲咱讲，伊赢过苦难啊！伊嘛无好伫讲人基督徒无苦难，总是伊甲咱讲，伊已经赢过啊！了解耶稣讲这话时，带互人真侪毋茫。伫约翰福音书咧写这本圣经的册时，拄着当时的基督徒受到迫害。耶稣讲的这段话，带来互迫害基督徒带来真正的鼓励，真正的安慰。因面对迫害时，因无阁惊吓。伫线上网络的兄弟姊妹，咱面对全球性武汉肺炎，咱逐天看到新闻报道，逐天得病人数日日在增加，看到得病的范围嘛愈来愈宽。咱是不是因为安尼而心情沉淡？咱是不是因为安尼逐天郁卒，甚至咱唔敢出门买物件？对做生意的人来讲，无人去上门，因就无收入。听讲百货公司原本10点开始开门营业的，因为疫情，因延到中昼12点营业。原本10点要关门的，提早到暗时8点就关门。前靠后靠，时间靠的营业时间只有7点钟尔。对做生意的人来讲，时间的营业的时间缩短，买物件的人惊出去干掉，唔敢出门。对做生意的人来讲，敢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对因来讲，这种处境是不是真有活得同款？了解？唔那咱的事业会受到打击，有一个人是面对着身体苦难。病痛的折磨，比如讲癌症，比如讲忧症、躁郁症，这互人二地去体会到，你病痛带来忧闷，带来灵性的低调。最近牧师看一本书，叫做《司布真的哀愁》。司布真牧师，伊是19世纪英国浸信会有名的牧师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真实的魔鬼，伊袂引起忧郁症，总是咧，伊会亲像好狮共款，世界咧看遐弱者的动物，这弱者体型白挺弱者的动物，伫咱面前，成做因的侵略。这个邪恶的灵，就是咧吞食遐摆开破病、软正的动物，互因对伊中间得到迄个快乐。换一句话讲，通囝对得决意，烦恼的灵魂，伊欢喜制造一个忧伤的人。愈侪人愈好，因为忧伤的灵魂通过指控、谴责、占领维护，拢塞伫迄皮皮喘，
伫受苦的人的头壳顶。因此，咱知影，心情有郁结、郁卒、忧闷，是因为面对真济无疼、失去疼、失去互相扶持的快乐。撒旦就是通过这种的制造，互真济人伫无疼的环境中间，感觉到心情忧郁，心情因此袂喜乐。这心情袂喜乐、郁卒的人，因亲像迄大蛇咧甜着动物共款，愈甜愈严重。所以面对无喜乐、面对病痛的人来讲，迄每一个病症的发作，亲像末日的预告，亲像看袂到结束的一天，充满了无毋茫的心。另外这，你人生是毋是拄到这个事业的打击？是毋是拄到病痛的打击？你的人生的处境是毋是拄到你周围的人对你真侪谴责、真侪无听、无扶持的攻击？这对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面对这种挑战、这压迫的时，你是毋是看袂到未来？你是毋是看无到毋茫？我相信是啊。当时伫约翰福音书咧写这迄个时，迄面对迫害的徒，面对迫害的时，主耶稣要求军队的人讲：恁必须要遵守我的话。耶稣吩咐因，你毋若爱遵守，耶稣嘛应允因。主耶稣讲啥？主耶稣讲：人若听我，伊要守我的道理，我的爸也要听伊，我也要照顾伊，佮甲伊同徛起。咱对这经文中间，咱知影，一个听主耶稣的人，必定会守伊的话。毋若守伊的话，主耶稣会佮甲愿意遵守伊的话的人送到地底，连天父上帝也听伊，连天父上帝嘛要甲伊地底。留意网络的兄弟姊妹，咱对主耶稣的听，毋是种感觉，咱是要用遵守伊的命令来表现出来，用信心、用顺服回应一切教示。当咱的信仰告白讲主我听你，咱毋是用嘴唇咧讲主我听你，咱是通过咱的行显出咱是听上帝。阿们。主耶稣对愿意遵守伊的话的人，毋若要求，伊嘛对因有应允。我要教恁伫地，天父嘛要教你伫地。这句话对当时受压迫的基督徒来讲，是一个真大的安慰甲鼓励。毋然呢？主耶稣嘛应允，上帝会安尼讲：若是保卫书，就是圣信。爸伫我的名所册的，伊要将一切的事教示恁，佮要互恁记得我一切甲恁讲的话。主耶稣讲的这段话，主知影，迄当时伊将要离开门徒的时间，一步一步接近啊。总是主耶稣对遐受压迫的基督徒应允，恁袂真做孤立啊！恁袂真做无爸无囝的孤立。天父上帝要因为主耶稣因素，伊要找圣神来到咱中间。上帝通过圣神的工课，上帝甲咱讲，伊要将一切事教示恁，就是上帝要
将属灵生命甲敬虔的事来教示咱，互咱伫属灵生命中间变作甲主结连做伙，起着咱对上帝敬畏的心。以彼得后书第1章安尼讲，因为上帝的权能已经用一切关系活命甲敬虔的事赏赐咱，佮对深知迄个用家己的荣光甲好德来吊咱的。上帝用伊家己的荣耀呼召咱，互咱来认捌天父上帝，互咱进入救恩的面顶之中。上帝佮甲咱讲，佮我即要互恁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圣神的工课，不只是互咱会记得上帝囝真实的话，佮将主耶稣所对耶稣对门徒讲的话，这个门徒要挖出来。所以唔单是门徒会记得上帝囝讲真实的话，佮要互门徒对迄个讲的话内容来挖出进入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因此咱知影，咱必须要明白真理，咱必须要通过圣神的引带。所以上帝甲咱讲，伊要带恁入一切真理，圣神要引带咱入一切真理内面。所以咱若要明白圣神上帝的话，咱必须要通过圣神的教导，通过圣神的启示，互咱明白上帝的话，互咱家己明白，互咱袂去看到上帝的话歪错，袂咱照家己意思来行。面对你苦难时，主耶稣讲：“我用平安留伫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。我伫互恁呢，毋是亲像世间人伫互恁的款。你的心无伫背叛，无伫惊吓。”对这经文中间，咱必须要厘清一项事：耶稣讲的赏赐的平安，甲世间人所赏赐的平安，到底差伫对？平安，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叫沙龙，就是无任何动荡、平静安稳。世间人所赐的平安的意思是，人的安全感，就是掠一项因素，正做伊的安全感，伊就有平安。亲像细囝，伊要困之前，伊就爱掠一个伊所熟悉的物件伫伊身躯边，伊有安全感，伊就平安，伊就会安然来困。世间人伊平安，伊要安全感，伊所起造的安全感，要通过财富，通过地位，通过名声，通过官柄，通过地位，通过人的人际关系，通过能力，要起造伊的安全感，要起造伊的平安的基础。正是人一旦失去这个安全感，伊等于就失去平安，伊就感受到无平安的心。咱看到世间社会真侪人，一旦失去伊所伫伊的地位，伊就无平安，伊就无安全感，伊就无未来，伊失去亲像失去一切，亲像世界无你临到。有人看重社会的名声，一旦失去名声，伊的人生的安全感就无去，伊就无平安。有人看婚姻生活幸福做伊安全感，一旦失去婚姻幸福生活，伊无通活过，就郁卒，就无平安，甚至陷落伫忧郁的处境内平安。这外在条件，
拢袂无法度互人伫人生的道路中间，互人一世人拢有诶。这外在条件随时有某一个因素，互你失去，无怪。有的人一世人所要去做世界真响亮的社会地位、财富地位、名声，一旦无去，人生的坎坷、人生的毋茫，瞬间崩盘。有人因此一世人拢忧郁袂喜乐。难道咱的人生的安全感、会平安，要去做随时会改变的人生吗？就是主耶稣甲咱讲，我用平安留咧互恁，我将我平安赏赐互恁。到底主耶稣伊赏赐互咱平安是啥物？上帝话安尼讲，伊诗篇23篇，伊安尼讲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你的腿，你的拐，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主耶稣应允咱人生可能伫死荫的山谷，迄死荫的山谷可能是你的健康，你死荫的山谷是可能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冲突，你死荫的山谷可能。是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死荫的山谷，可能你失去迄个亲人的地地。总是有啥物基督徒伫死荫的山谷，毋免惊，毋免烦恼，因为主甲咱伫地，主甲咱伫地，以马内利的神甲咱伫地。所以无论你伫死荫的山谷是怎样，是因为疫情，互你事业离价掉。也是因为你的健康，也是你的人际关系，也是你的病痛、忧郁症、癌症，引起你的忧郁、艰苦，互你心情郁卒。相信主要甲你讲，伊教你伫地。咱头所讲到的司布真牧师，伊伫主。伊伫上帝主权的稳定这本册中间，伊讲上帝是真实的大君王，毋是空只有王权，政权担伫伊的肩胛头，管理的手伫伊手中，甚至佮遐失去5万人咧讲话，甚至申命记32章咧甲咱讲。恁当着看，我就是伊，我以外无有上帝。我互人死，我互人活，我顺从伊，我依伫伊，无一个会对我的手丢出。所以了解，世间的事看起来是伫空中咧飞的尘埃共款，也袂飞。也被飞来飞去，世间的事敢若无影无踪，抓袂牢。事实上毋是安尼，咱全能的上帝时刻统管万事，无任何事是偶然发生的，万项事拢伫上帝的掌权的中间。咱看到世间的政权的执政。为执政者用专制的手段欺压百姓。咱看中国，也前几天咧纪念64天安门。过去的中国用怎样用坦克、用武器对待百姓？咱看到很主席缅甸政府动用军队来欺压百姓。伫圣经咧记载，上帝国度捌显现予迄当时骄傲的巴比伦王。总是咱看到巴比伦王
有看到上帝国的显现，总是伊无悔改。上帝国是永远伫地的国。咱看到世间的国家对这个政权会永远存在袂灭亡的。咱看到世上的君王、总统一上位，一瞬间，伊就要将政权交别人啊！历史的朝代一代一代的过，你看对一个政权、对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永远掌权，无，只有上帝的王权掌握万世代。因此，咱的性命是要仰望永远存在、佮带予咱内心知识平安的上帝，因为无任何权能大过伊啊！有影？伫诗篇47篇安尼讲：上帝做王，治理万国，伊要坐伫伊圣的宝座。上帝坐伫圣神的宝座，永远掌权。另外者，伫耶稣的时代，当时的经学师、当时的法利赛人、当时的犹太人、当时的罗马军兵，将上帝囝耶稣基督钉伫世界顶悬。对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甲主耶稣用莫须有的罪名来钉伫世界，看起来因赢，因解决因眼中的眼中钉，因解决了耶稣的性命。总是伊千万无想到，主耶稣死第三日搁活。这个甲咱讲什么？主耶稣上帝，伊永远掌权伊的其中，所以咱的性命要起在伫上帝的权柄中间。咱要对耶稣遐得到永远的快乐、永远的平安。咱袂因为外在的什么财富、地位失去，咱就失去平安，咱就失去安全感。弟兄姊妹，我咱一摆用咱灵魂的目睭去看见上帝创世的第一天，已经掌权伫到末日，上帝永远掌权，亲像摩西阿姐米暗，伊举手歌讲：你着手歌学了耶和华，因为伊至权至大。你毋茫得到上帝予你毋茫喜乐的性命嘛？你毋茫上帝守住你平安嘛？有一本册叫做《与神对齐》，这本册作者亚瑟·因崔特，伊讲对齐是一种甲上帝起着亲密、甲顺服顶面的秩序，要对耶稣甲天父上帝开始。咱看主耶稣甲天父上帝对齐，伊向神看齐，伊顺服伫天父上帝旨意。欠在迄对齐、迄顺服，是面对世界顶悬迄个苦难、迄个艰苦，总是伊永远顺服。咱看到，咱的性命嘛爱上帝对齐，向神看齐。通过咱甲主的亲密的关系，通过咱顺服，互咱延伸着更较济，甲咱同款顺服天父的一群人，互咱成做一群教会。认为咱网络顶悬的兄弟姊妹，咱必须要拍开心门，邀请主耶稣入去你的心内，互主耶稣做你生命主，互主耶稣来带你的生命，互你的内心的生命甲主耶稣有亲密的救赎的关系，然后你愿意进入顺服上帝的真理，
因着真理的价值，互你领受上帝，互你真正平安。在咱网络的兄弟姊妹，面对疫情，咱看到台北市、新北市肺炎的人数增加，然后咱看到这几天苗栗工厂嘛发生这疫情的爆发，佮加上这2天大雨，台北甲新北市拢淹大水。另外，面对人生真济的苦难，咱活伫迄个充满无平安、惊吓、烦恼的心境嘛。世间的人用生活安稳，成做伊平安的倚靠。总是面对疫情的时阵，因就开始惊吓，因就开始用因的钱去买到实际上看会到物质，成做伊的安全感。有的人是要掠社会名声，成做伊的安全感；有人是掠世间的钱，成做安全感。所以有人讲，看钱比性命较重。有人为了钱逼手手段来得到，这一切目的，拢要伫互心内有一个安全感，来得到平安。总是咱看到，人的人生若一旦失去这个安全感，人就开始惊吓不安。就是主耶稣甲恁讲：我虽然行过死人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咱虽然伫人生中间拄到死人的山谷，迄死人的山谷看起来无毋茫，看起来无未来，就是毋免惊。主应允咱，伊要甲咱伫地。上帝要甲咱伫地好处伫对？伊要亲像迄个鸟仔，用迄个老母用伊的鸟仔石骨来保护伊的囝。伊对咱不离不弃。在咱网络的兄姊妹，只要你愿意拍开心门，邀请主耶稣入你的心内，上帝予你真正平安。无因为外在因素改变伊对你的应允，伊要甲你伫地，伊要予你真正平安。你愿意接受耶稣予你的平安吗？伫这时阵，牧师要邀请你，你若愿意，你会当对主、对牧师来祈祷，你会得到真正平安。咱作为伫网络顶悬，咱来祈祷。你通开声来对我祈祷，一句一句来祈祷。正主耶稣，这主耶稣，肺炎严重的时，伫肺炎严重的时，我愿意拍开心门，我愿意拍开心门，邀请你入去我的心内，邀请你入我的心内，做我生命的上帝，做我生命的上帝。我相信，我相信你甲我伫地，你甲我伫地，求你手术，互我对你遐来真正平安，求你手术对你来真正平安，互我无搁惊吓，互阮无搁惊吓，互我的心通享受你的平安，互阮心会当享受你的平安。阮安尼祈祷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当这从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咱的希望，伊要予你，伊要予你平安，守住平安，予你。兄弟姊妹，咱对头来唱。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咱的希望。是啦，伊要予你，伊要予你平安，守住平安。
宣告耶稣守出咱平安，耶稣，互你真正平安，耶稣，互你真正平安，深深伫你心中，互你真正平安，哦，耶稣，互你平安，宣告耶稣。网络的兄姊妹，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全能上帝，愿将阮网络顶端以电视机头前的兄弟姊妹交托你，因刚才拄到人生的苦难，因看不到人生的未来，因心情郁卒。主，你永远。你要予的平安，不是亲像世间人予咱的。你要予的平安是真实，你要教阮伫地。愿主耶稣基督平安，圣神的相通，教咱这两三个伫地，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你，予你平安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